么有点像周杰伦的歌？好，那我就唱《不要放弃》好不好？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听我唱歌，谢谢。很快那个预告一下，那个7月17号的我的生日。这不是重点，我的生日然后呢？不可能，可以包厢吧？7月17号阿米音乐节预售票，好不好？对，希望大家帮忙宣传这样。不要再让我很紧张，还要直播又哭的，也可以啦，要我哭也可以，我可以哭。然后，但我知道大家可能去台东有一点麻烦，因为还要请假，然后还要找住宿，还要租车，还干嘛的，还开车的也是。当然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台东一趟啊，去看看，去见识一下3年之后的疫情后的阿米音乐节，今年会变怎样？我很努力，然后今年我在舞台工程上面付出很多心血，都已经答应嫁了哦。大概知道那个把戏是什么了，对，应该说可以做一些很多事情。那节目上面也越来越多新的可能，然后部落里面也给了很多的支持，所以今年节目也变得非常不一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样。但总之，觉得这么努力办的这个音乐节，如果没有去看，然后只是在网络上看，有点可惜，所以希望大家去亲身体验一下。东西除了大以外，其实还有更多小小的东西。因为我也知道有一群人很怀念喜南阿米音乐节，小小的、很可爱的那些很可爱的，我会把它散落在整个杜兰比的每一个角落。你一定会找到你喜欢的事情在那边发生的。所以不是只有看到舞台上面大的，其实还有更多好玩小小的事情也在发生。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文化各式各样的面貌这样，但我也希望大家给这个音乐节多一点点支持。就是原住民很少才2%的人口在台湾，然后那有的族群他的声音更少机会被听到，所以很希望大家去发掘一下。其实不是只有表演，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事情。藏在每一个细节里面。我已经跟那边的牛沟通好了，我也跟部落的人对，就是即将要在丰年祭里面要参与的人也都在沟通好了的诚心的希望在这次的预售上面有一个新的可能性，让大家这些事情对这个音乐节充满着信心，然后台湾的音乐节开始有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其中还有一个用原住民文化为主题的音乐节，这样，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帮忙宣传一下阿米音乐节，7月17号，谢谢。